股神正式落幕，宣布退休啦。呢一個股東會入邊咧，最值錢嗰3個重點，唔知你有冇聽得出嚟呢？巴菲特話美國長期財赤嘅問題如果再唔解決，將會導致美元貶值。冇人可以預測到呢一種赤字咧，仲可以支撐到幾耐。但係從歷史去睇咧，美國咁放任去令到呢個財政惡化係極為罕見嘅。而巴菲特亦都話咧，如果政府再冇節制咁樣支出同埋舉債，最後咧就會導致貨幣嘅暴跌，引發起嚴重嘅社會同埋經濟嘅動盪。而美國嘅通脹問題咧，依然係令人擔憂啦。金融同埋貨幣嘅制度入邊咧，如果缺乏制衡同埋規範咧，問題可能會進一步惡化添。巴菲特又形容貿易戰係巨大錯誤，又表示美國喺貿易、財政同埋政府治理呢3方面咧，正係面對3大潛在嘅風險。如果唔正視咧，恐怕會對美國嘅經濟構成長遠衝擊。巴菲特咧雖然成日強調佢好愛美國啦，不過都用錢投下咗對前景擔憂嘅一票。手握3477億美元嘅現金創歷史新高，而巴菲特咧重新會等絕佳嘅機會來臨，呢個機會話唔定會喺5年之內就會出現。咁我嘅睇法就係持有適量嘅現金去等待，我都同意嘅。不過講就容易，普通人點樣忍手忍5年？就算你話基金經理你唔操自己嘅錢，你1兩季跑輸啊都好大壓力啦。所以普通人克服嘅就係賺錢同埋等待之中取一個平衡。好就好在依家就算等待嘅時間都有4厘幾息，依家市場不停咁樣洗牌，大上大落，但係每一次嘅財富轉移強弱互換呢，都會為有防守力嘅人帶嚟好好嘅機會。前提係你喺上個跌浪咧，一定唔可以輸得多，因為你輸得多咧，你下一個升浪咧，你就會縮，升少少你就會好想走，而捉唔晒下一個升浪。